將舉行，大家可以電視機熒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47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0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3。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4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4。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0。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0號。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1號。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1。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2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32。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8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8。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7號 ，and its draw number is 47。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20號、21號、24號、30號、32號、38號，而特別號碼係47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三獎嘅快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